收看福喜來咧，我係 Rita 玉天，今日非常歡喜哦！喺節目當中，我來到大家推廣嗬，你社區你係咩事上要請到嘅老人家嘅口腔啦、照顧啦，還有成夜社區嘅保姆等等嗬，你社區做當到嘅事務是希望幫大家除了係做零啥，要到像屋企人嗰種嘅感覺嗬，大家強社區像兄弟姊妹強樣哦，你係前冇簡單嘅，不過呢，喺台北地區，大家會講，雖然遠親不如近鄰，你係機會當重要，不過冇限嘅想法，時常讓你嘅隔壁鄰舍下少有講話，下少有機會上家門，不過呢，有一隻社區。有一隻發展協會，佢都做得非常嘅好，係今日節目當中嘅來賓。你來分享今日節目當中邀請到安東社區發展協會嘅理事長，分享理事長。大家好，我係張惠如。好，菲兒理事長哈，當發拍哦。韓國呢，上海又來到哈菜地嘅理事長，係沈安里嘅理事長啊哈，來分享理事長。大家好，我係台北市泰安區沈安里嘅理事長李友富。哦，大家好。分享理事長，佢2-3年哈，係安里發展協會哈，非常重要嘅2個人。一個呢，突然安里嘅高幼班，一個突然安里嘅舞蹈班。不過2-3年看起來哈，當初有公婆面呢。請問2-3間係公婆？亞健鋪誒。真件係好，因為我係 Rita 安尼問呢，大家看唔了啥，啲互動啊，韓國嘅表演道具陳設啊，啲溝通嘅時間，感覺唔得默契一定好，唔但像係同事，唔但像係好朋友，還那像係屋企人安尼啊。安尼理事長，唔知講吼，突然安尼殺氣吼。得獎非常嘅多頂啊，好好老大家介紹嗬。好。協會成立係哪時開始嘅？協會成立係95年6月初3。6月初3係啊。哦。因為你當到退休嘅時，你到教育人士啦，啊個嘅上班嘅人退休無奈何出去，所以1年多就講。因為留下你讀書生活，全部冇讀書，係，所以講你前理事長李友富佢說講，哎呦，安尼成立講協會來幫忙，你都講子女全部都外國行，安尼成立社會來照顧你到老人家，因為10年之後，你到老人家會改變當多，因為你比沈安里嘅屋全部4層樓。嘅公寓式嘅，所以老人家已經待30年了，就全部慢慢的落去嘅，啊唔過2年1年段子女全部都外國行嘅，所以講，你要照顧佢，你10年後2年會失憶症，或者是說他的那個行為能力全部慢慢的很弱嘅，所以講遇到講。绵延的照顧了的老人家長者，所以我本期講有一個社區安慰，因為人講年輕不如近鄰，所以的照顧了的老人本期講有安全感。所以講你社區拆字來講，社區一個社字跟區你不如3隻口，所以你。在鄉下，係你講人家農社區，它的區別在哪？就是一個社區一個家，所以講它那個融合在一起，跟不認識的人結合在一起，所以講就變成家。你農了社區，當作你一隻家，你無下人來照顧，所以講你10年之後，都你市政府你政府通常來種的老人家長者服務，我們就準備供餐。
哦，安尼哈。对，现在有供餐的服务，所以讲你要当地摆，或者你都所以讲你要看到人家10年前当发牌，你下来全部按当然。年纪较大咧啊。按人照顾，还有个失忆症的当多，你要慢慢的照顾，所以佢哋讲，我感觉讲，10年前按生理了三期，10年後完全冇強壯，所以你要照顧佢，感覺講，就叫你稍微強壯照顧，也真做得啦。哇，理事長嚟聽安尼講，非常嘅感動啊！一步一步來樣嘢。其實安尼做下來吼，就冇簡單啦吼。一下呢講前任嘅理事長，一下變做理長啊吼。我相信蔡體理長吼啦，協俾互相來配合吼，聽說做得很啊好，因為唔做得有安尼嘅政府嘅連接嘅窗口咩，吼，向下來做咩。咁2-3年吼，做真多事情吼，咪通講到推廣客家嘅歌謠啦、舞蹈啦，非常嘅用心。唔過家下安尼我很。李總、李太哥，我聽講話冇買唱客家鄉情戲啊！講客話我也是看電視17台好誒。哎呦，就看你客家電視台好嘅哦，按腔呢？唔會啊。係，還有你本用家有教唔冇？有一點點啦。哎呦，係哦，冇教哦，看電視完全就教好嘅哦。基本係念字。哎呦，好高級。2-3感情真好呢。安尼既然講到安尼吼，2-3年按強心吼，向下嚟推動事務吼，我客家電視台咩有代表吼，嚟抗議一下唔嘅客家話，佢有好嘅項目，按大幫你哦，看安尼嘅節目吼，嚟請李總嚟同大家講一下，呀用嘅念咯。哦，考試捱。係好。日看好福氣，過好日，讓人日就歡喜。哎呦，來，本用來鼓勵下，好冇？嘿，除咗看安尼節目，日日看福氣，過好日，本人日日都歡喜哦。哇，你看安尼電視台安尼做吼，真嘅做按長久，當初唔到強樣吼，一步一步來做吼，聽說會有累積，知嘛？吼，安尼我客家鄉親就唔是講吼，客家話講到一定吼，唔過呀，人講鑼鼓綿延，請唔到大家分享下。都冇唔生橋啊，單傳唔生牆啊，係哦，都冇生橋，單傳冇生牆吼，有乜嘅意思呢？就像吼，你今日看到理事長、老李總2-3年要強心，1-3年做真嘅上是推動事情吼，推動事務非常嘅困難吼。唔過迄個大家唔講，殺氣大家強心做事情。就做得很容易的哈，團結就強調心嘛。安尼講起來，協會成立以前哈，係唔係有先成立歌謠班？成立歌謠班，64年4月26號，26號有歌謠班。唱你客家歌嗎？做得。你就開始唱客家歌咧？哇，很強哦！你嗰陣時嚟講，你啊3期吼，你都阿生你都唔敢行出來。那成立歌謠班吼，來本期到來較協啲吼，較和諧，對安尼文客家東西本人認識，來傳上出去。咁唱出來，咁講出來。係。安尼講起來，行出去樣嘅。係哦，安尼3期有幾多客家人咧？1/4。1/4。差唔多。哦，安尼其實人唔會少啊，係嘛？唔會少，唔敢行出來。唔敢講哦。幾種事？我拜背景係啊，係嗰個是對客人吼，較畏羞，較唔敢表示出來。較內向安尼啊，係，所以佢唔敢講。哦，故說安尼歌謠班開始，大家敢唱咧？係。哦，唱起來安尼有成就感，有自信。還做到安尼個客委會1年1擺，還會成個展覽吼，然後叫做還敢唔敢表現出來樣嘢？哦，安尼真好呢。我頭個唔敢去表現，然後就哎呀，我要講死去。辦3期活動啊，歌謠班啊、舞蹈班啊，都出來表演，讓裡面全家出來都看，學習啲客家文化。哎呦，李總有成功，安尼出錯咧哈。人講嘅太戇古。哎呦，戇會做係啊。係啊，叫唔咩？叫講唔係學聾人吼。
你做嘛个做了两种的东西哈，你太顽固，你做冇千存的东西就做了做乜个东西啊？唔过叫拖到一个安站的不容易哈。你慢慢啊太硬吗？唔过吼是还有安样嘅硬切的安样嘅心，你讲有硬胆。好，做事情是尽量去做，让做得今日伫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吼。近期两发展协会，无论是高绕班，也是志豪新立的乌托班，有当好的成绩，能够得当到将每本几只社区大家当风咯，吼，等下继续来为大家介绍哦。转到福喜来咧，Rita 今日伫节目当中会同所有的朋友共下来认识哦，也安东社区发展协会哦，韩国财铁立场、新案例的立场哦，基本性呢，咪系咧协会当重要的意见，佢哋两公婆啦，共下来推广社区的事务，非常非常的用心。安尼再次来欢迎两位。哇，很荣幸嘛吼！今日頭先講到有個老闆，吼，過了新立咧協會，香港呢，大家你也看一下，你身邊咧服裝，還有道具，你係你哋後來新立烏托班，吼，你所有嘅咧道具、衫服自家做嘅，自家做嘅。有冇有安尼嘅想法，個來成立烏托班呢？因為你講你辦行冇收費。冇所謂，我們只好講力求精簡，就自家做，自家同事做，剛開始做的時間，別人都四不像，是不是？按照慢慢改進，慢慢緊做緊改，緊做緊改，改做按你客家嘅文化跟元素嚟做出來。按你哋老師編乜嘅舞，按你做乜嘅東西出來。係哦，嗰個本係因為創作嘅。創國創到動有痴心，動有痴心哈，啊動有興趣，嗰個就將就成立烏托班係了。係，這邊講用客家歌曲、用烏托，向那呈現出來。哦，夾腔哈。對，因為個按你客家東西真多，個家個文化咪真多，所以就按你像雜茶，按你蠻跳舞，你蠻雜，按唱歌你蠻唱，哦，所以就表現出來樣嘢。其實你唱能點嘛？哈，唱歌嘅唱嘅時節吼，當上愛必須挖腳吼。安尼喺講正經搭起舞台，就做得幫助你唱歌嘅，還個幾隻畫面還係有意境，咪還有安尼豐富安尼人生嗰樣嘢。係啊，安尼個會加講到吼，人家做呀服裝吼，按辛苦嘅，係啊，還好。老人介紹一下吼，唱呀係乜嘅呢？你係蓮花。哦，蓮花，按手那人係啊？點解後頭尾要紮個指套，樹嫩呢？哦，套落去。哦，手按搭人，套落去，跟係，按叫帶叫落去，跳落去。按你拿咧？係，因為哦，讓會跌梯，哦，按用，哦，會跌梯，按你去清講嘛？要講嘛？要講。哦，我想要道具安尼做起來，手工藝要真強吼。唔過親難係自家做衫褲，還會打扮呢。你道具同學會聽做唔怕，係。你衫褲全部係自家做嘅。按辛苦啊！聽講按不要冇水冇，全部都做衫褲係。我以前都早起上班，按部嚟裝伊12點做到早晨嘅4點。按辛苦，人老公唔會講，冇做呐，按辛苦哦。佢講。做按咁要記得，我講冇相干，安尼啱做按做好嘅。係啊，今日又帶來一輛自家做非常正嘅衫褲本，喺度看一下。你喺安尼客家太輕衫，我改良嘅啦。哦，自家改哈。係改良嘅。太輕衫，哦，見那位青蔥腰，好，它的開襟，韓國呢有秀髮，藍色當然要用嘅藍色同黃色安尼做改良咩？係改良。唔過貴兩嘅係係水藍色嘅，係較顯台較顯台哈。跳乜嘅舞嘅時節，要跳乜嘅歌嘅時節度？跳個跳雜茶，哦，雜茶嘅舞嘅時節。做按多服裝哦，20種。做了20種服裝哦。這是其中的一種而已。哇，按聽哦。因為你配合講先生嘅編乜嘅舞，你做乜嘅衫出嚟嘅。
哇，古时呢，当年哈，迄讲有移民机啦，哈，讲研发嘅菜嘅发通啊，伊哋全部有得奖，服装、造型有得奖，韩国呢，伊哋嘅肢体动作也有得奖。有。哦，平常时来训练哈，老大家好好介绍一下，迄讲大家有兴趣来到日班按到乜嘅名？妇幼舞蹈班。妇幼舞蹈班，歌谣班咩按到妇幼歌谣班。哎呀，按到妇幼呢？係。嚇，名嘅按到婦幼，係婦幼，係因為長期嘅關係嚇。因為呢喺啲婦幼嘅地方係婦幼強廟方所嘅免費提供俾我哋用嘅。哦。所以呢位都講，要每個期都講，按熱心提供場所俾我哋用，咁我嘅啲歌謠班，用舞蹈班就用婦幼嚟按名做的嘛，結果好。所以這種一種是個人中都厲害嘅。係哦，你係一種動感嘅事嘛，嗬，飲水思源咧，你係咪結合菜題嗬？本菜題嘅民眾了解講，按你發展協會第一做啥期嘅事務，要當好嘅班，要請大家強下來按樣面嗬。所以特別哪時練習呢？歌謠班係特集拜二下晝頭2點到4點。舞蹈班係早晨特拜禮拜二10點到12點。哦，關鍵嘅係冇，係講早晨呢10點到12點就會來跳舞，下晝呢2點到4點就會唱歌。韓國拜四舞蹈班係10點到12點。哇，很豐富啊！跳舞班禮拜2拜。哦，係啊，哈，特班差唔多幾多年？25歲。特班就25歲。歌謠班32歲。哇，安尼非常多年呢。係啊。有知道冇？安尼沙期係講大家共下來做一件事情嗬，感情變到下哪好？有啊，有幾點嗬？每個下課上我幫忙沙期呢度蓮花呢度，不我要咁搞掉嗬。安尼沙期按做，就像安尼個奶沙樣石頭，一粒粒細細，就在聚集在一起就變一座山，嗰個力量之動態。哇，很正哦！個志工全部當貼心那樣。當熱情啊哈！韓國沙期除咗有歌唱班、有舞蹈班，還有其他沙期嘅課程呢？李總同大家介紹一下。哦，安多班哦，有佛朗明哥班、插花班、日語班、瑜伽班、二胡班、排舞班。怎麼那麼好？我們看到上課的情形，很歡喜哦。一定是這個社區的居民才可以參加嘛？都可以。哦，係講大家有興趣哦，歡迎睇台北地區嘅朋友做到咧加入佢哋嗬，咧感受佢哋嘅熱情啊嗬。我家看到青豆班哈，韓國有家講到手語班啊，手語班是你們兩位都會嗎？我唔會，不會。哎呦，我有上。哎呦，做得講嘅冇？做得啦。好，譬如講大家好，手語應該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嗱，爸爸、媽媽。媽媽先，哎呦係啊！爸爸媽媽結婚。哦，爸爸係啊！哎結婚，要爸爸媽媽結婚出嚟啊？係結婚。哦。哎呀慢攆出來咧。攆出來，你坐船，講 Q，生日呢？按太了。你個客家講永遠啊，永遠，長久永遠，係永遠。安尼來起來，再向前出去。哦。大家我出去，轉來，安尼當出轉來就安尼。當歡喜。今日整件當歡喜。感謝大家用嚟講。什麼大家？什麼大家安尼？係什麼？必定面前安尼。你都有嘅啦。什麼大家？安尼係大家好。大家好。每先生講按咩做得？按咩做得？按咩做得？什麼大家安尼？哦，一神奇呢。個字義無強壯，就無強壯比啊。嗰時青島嘅課程本大家當次要來學習呢。嚇，沙期發展到健康嘅之後。
看大家安尼，应该係非常嘅歡喜，當場加一個相片共用哈，韓國真嘅理事長非常嘅發揮心力咧，安尼哈，看無單槍係所有嘅道具啦、課程嘅設計啦哈，這個完全統一。嗰時候很多課程你用啥沒有參加係？大部分有，大部分有，大部分時間有就去參加。安尼理長請無限呢？無限呢？理長本來就很忙的，那有按多個時間咯？冇法度啊！我早晨8點半上班，暗時10點半才轉營。哈？10點半鐘轉？10點半轉營。你有按壓呢？服務啊。哦，服務啊。係啊，服務裡面啊。佢轉呢，嗰個有啲副卡做3副做到凌晨4點安尼啊。佢上門牙都係做些。哇！不然用啥拍拍手啊？哈！唔過安尼真緊做得下來，哈！我相信沙琪嘅企業非常有感覺，韓國大家咪情感通，為人哋支持，錯嘛？會。好，還有青島嘅志工啊，哈！有60個志工啊，63。哦，63哈，冇簡單，我相信你哋發揮青島嘅心力哈。聽講理長啦、理事長有青島女性嘅話，對志工來講，等一下整到節目當中好好講俾大家聽哦。大家轉到福喜來咧，哇！頭先看到哈，沙琪做得按用按到嘅課程，大家按熱心，單場志工是有63人，係咪本大家知道非常讚呢？係安尼對口生活當中哈非常美好嘅一面咯。安尼實實再次來歡迎安尼安東沙琪發展協會理事長，韓國安尼嘅理長啊，你哋兩公婆可以說是天作之合哈，有安尼嘅心力哈，做得大家用心來做，因為俺家下聽到講，係講一屆大早出門10點讓俺落門，吼，乜個意思？用做啲按下，佢轉去半樣經驗，愛上門唔讓你窮下水，係做事做到凌晨4點，哈，2、3年敢有嚴格嘅時間？沒有，冇啊，冇，完全冇，完全負上機器，係冇。哇，真係感情很好哈。一點點都沒有，沒有。哎呦，很堅挺哦。係講到沙琪而來做安樣推動事務哈，從地圖從腦部嘅經過，完全而來推行。你哋咧有動就名誒，好整個造景，好可以說是一個時光的隧道，知道嗎？好，理長同大家介紹一下。好，介紹那個就在市民大道安東街口的橋下，它是一個雨淋不到、太陽曬不到的地方。哦，原來是就是在流民在聚集的地方哈。那這個就是我們那個志工用那個廢棄的塑膠袋去把它組裝起來，跟空總藝術那邊創意一起來做的一個太空球。哇！這個是跟就是一個創作啦。好，這是其中的一個。那市民大道最主要的是，因為我一直在推動客家文化，所以有跟台北市的客委會申請一點點經費，其他的就我們自己出。在客家的這些牆裡面，它原來都是沒有裝飾的，都是白色的。所以我們就自己的創意，把這個客家的這些文化，不管是活動啦，還是舞蹈啦，還是美食啦，哈，就是一一的就在那個裝飾牆把它展現出來。這樣哦，藍傘，你們都是用一些環保的，比如說回收的瓶蓋啊等等啊。資源回收的就是環保，還有一些光碟片，還有松果，做成一面，但這是很漂亮一個藝術。當然客家門檻，新店板街哈，加下一個美麗的磅兩等等哈。動到重要的客家節慶都有表上去呢。因為我們的禮剛剛有將近1/4的是客家的這些禮，所以他們都不知道這個客家的文化，所以我跟我娶我的太太以後就來推動這個客家文化的這個發展，讓它能夠延續下去。現在問一客家西郎食材有聽，本來呢裡面哈必啲個客家東西。多啲文物嘅東西，韓國有東江，係啊，所以啲文化傳承下去啊。係用安尼藝術嘅方式、創作嘅方式、有創意嘅方式展現俾大家，大家就會知道講哦，安尼
看起来默默的哦，系啊，好有兴趣哦，有兴趣就会来投入来认识咩，哈，能够沙起也还有一丈红的造景啊，非常讲知嘛。这一丈红是从那个籽开始，栽培苗，一直种到超过1丈哦，那个真的才到1丈红，它是种超过1丈，非常的漂亮。哇，一点一滴都是很用心的。我们就把它当做我们的是礼花，陈安里的礼花。哦，古时大家喺讲有到陈安里哈，听说二来看佢的用心，当初从欧亚的小 baby 就开始培养的栽培的一丈红哈。各位共都一样哈，一定要来感谢一下我们的志工朋友。有记得哈，老人家的天数真嘅，你哋要起啲头前当这个 leader， 当领导者哈，后边咩有支持你哋嘅人啊，怎做得继续向前行啊哈。安尼讲，李总先来啦。好，老太太感谢我们的志工，对不对？谢谢我们所有的这个志工，我们志工真的是非常的辛苦，包括守望乡驻队的志工、绿米花的志工，现在我们就多了一个共餐的志工，共餐，一个礼拜有2天，有20-30个人，这些长者都到我们里办公处来共餐，真的是他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政府的德政，虽然说吃一餐是没有什么，但是他能够老人能够走出来，所以说我们社区会这么健康长寿。我们社区有4300多个人，我800多个人长者65岁以上，占了将近21%。你看多少？全台湾才13点多几的长者，台北市15%，那我们陈安里就有21%的长者。你看，我们是一个长寿里啊。哇，好棒哦！里长讲起来，请给我，请有痴心了哈。刚刚讲到，其实共餐，你说只是吃一餐，也不是多重要，他们能够出来，但是非常重要是为什么呢？记得早点出来，然后大家接圈哈。有的时候心里有点心事，刚好透过吃饭闲话家常的时候，可以抒发一下。各位人啊，之前谈过吼，共餐时节当中要上次弄人家一家待，要待较高，待公寓咩？大白出翻来，见面用佢冇来，我出翻去看，原来可能佢身体冇松松啊嘛嘅，我们可以及时的来做关怀，好，各位也非常的好，好，理事长没有青岛嘅把老志工，还有老嘅团队来讲，知嘛？我哋什么的志工。一步一步慢慢的都推，然后我都推呢，都听帮忙呀。老娘上去，不管太太小小，全部我做到加理想啊样啦。然后人讲的，凡是走过一定要留下体和体回忆感样啦。所以讲什么按掉的志工，按太大力的支持啊，什么样。哇，很赞嘛哈！系啊。你到底推头啥去哦？还有做一个刊物，知吗？有3张也会出一版，啥去刊物嘿？要刊物主要是针对斯坦人嘿啊。但是社区刊物是播报的很多，包括社区班团队，还有这种社区的理事务，还有这些7老80讲古，就是把这些老人家他们从小或者到老的时候，他们所吃下的经历。可以就透过社区刊物来给大家知道。哎呀，这是一个智慧的传承哎。各位要刊物3张也出一版。对。也喺沙期韩国规则里运作的是非常的和乐，而且很有规划哈。譬如讲，长辈有没有分享什么小故事，不你情感通嘅？有。某个故事同大家分享一下。不讲。哎呀，不讲。没有，这是长辈最主要就是感谢，是因为自从我们成立社区发展协会以后，他们来参与了社区，他们就是可以结交的非常多的这些社区里民出来，大家出来运动啦，聊天、唱歌啦，这就非常感谢。那最重要的现在就是说，还有我们就是里办公处成立了。现在他们又出来共餐了，就非常感谢说，里长替你们做了这么多，政府替你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，都非常非常的感谢。所以长辈他们记得每位讲，记得心肝都更加嘅发现平常时你讲，当像东风人也系阿祖人有时候爱不敢说出来，不过也嘅刊物本大家心度嘅发敢讲，因为你讲。
配上你用写，不是你用嘴讲咩？看不会排泄安尼黑吗？可是这样的感情哈，就在大家之间心里都会明白，都会流转。好，故说安尼係一個好嘅延續啊，哈！看安尼斯泰人傳承本後生人，沙琪沒有請到後生人咩？對啊。好，記得咩位來參與安尼嘅事務？我記得我。係啊，咁有講乜嘅？我覺得這樣好棒哦，也係講到感謝嘅話。記得叫個什麼里長哦，按用心哦，然後本來喺後生人嗰啲就機會為了沙琪服務後人啦。唔好講，總言講誒，死讀書，乜個出來乜個又唔掂，本期學大家互相學習後人啦，本期學到也不少後人。先發行哈有一個實作的經驗安尼哈，非常好啊哈，安尼我看哈大家感受得到，安尼運動沙琪，安尼生安利，大家親用心，而且是一個長壽村哦，講起來哈，其實都關於生活輕豐咯哈，安尼兩三人按三忙，咁有乜嘅愛對對方講嘅話呢？在这里真的是，哎呦，老公先讲了呢，老公先讲了，哦，没有，所有的事都要感谢，所以老婆是一定要感谢的啦。最主要是感谢我们的志工，还有我们的社区的这些长者，这些里面的支持，让我们社区的不管是什么活动能够推动的是很圆满。这样他们也都是非常非常支持。哇，你看我们的照片，这是我们还有被颁奖、巡守队等等啊，你刚刚讲的这个是我们做的那个市民大道艺术常常去在那个华山，不是华山，那个松烟那边去一个活动记者会，跟市长还有当时的客委会主委，新北台北市的钟永峰是一起去照相的。哇，很赞哦！安尼刚刚李总讲全部感谢大家，因为为民服务、为理服务已经是他的天职，可是你要好好感谢一下你老婆。冇做可能给妹唔怕，真的是客家老婆媳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勤俭，好勤俭，真的是，而且又认真又打拼，哎呦，真的是其他客家的，这我们老婆是哪样福气啊？哎呦，按你讲就错嘞，真嘅哈，古时候呢，哎。好好设计，唔好本期做到咁辛苦，我呀哈，安尼本用者有乜嘅話可以對你按優秀嘅老公講呢？我說到佢哈，真係當上忙啦，腳踏實地啦，佢個做下冇做法，當認真做樣嘢啦，不過身體沒有顧啦。為按呢裡面來做事，體重的健康身體，讓好好讓人啦。好，健健康康，兩三人牽手行到長長久久。安尼每張做得繼續為大家來服務啊，係嘛哈？我看到安尼呢度哈，安尼做哈，非常非常嘅感動。我咪希望個台灣哈，各個角落、各個社區，每做得強下來做，唔單止係你發揚人嘅客家文化咩？非常多嘅文化，大家都有親近嘅素材，只要很用心，錯冇？哇！今日再一次感謝你兩嫂哦，感謝兩位很用心。今日呢，我非常感謝觀眾朋友嘅收看。哇！看到也是嘅節目，係每次都生活真嘅很講哦，哈！好，今日感謝大家，等下聽聽先生來做運動了。